鸡卵是我们生活中极平常的食材，不过古永海沙盆鸡卵变啊个唔频繁。古永海对士官长退役过后，做一个产业30年呢，应该是全台湾生态嘅大片的卵的供应商，有台湾生态规模嘅自然放牧卵鸡场，而係用嚟生產出一粒比行情價貴價6倍嘅金雞卵，創立一年要賣12兩卵嘅卵品王國呢。來看古永海嘅故事。目前只雞業對雞脂肪照出來運通引來去，阿里山山腳下有幾處3000平安法，雞業唔係曲登來橋嘅生卵雞場。阿里山是好山好水啊，你看跟外面隔絕嘛，雞讓各位快樂啊，雞讓不會有那個禽流感的污染嘛。古永海係一條雞業嘅主人，伊希望打造雞業生活一定咁嘅環境，就意思一粒粒吸普通嘅雞卵，順利做到高級市場。鐵 A 級嘅雞卵買嘢到一般卵價嘅6倍，一年做超過10億元嘅生意。除了自然放牧，不宜少，我不宜少，不宜快樂。雞嘅快樂，讓會健康嘛。咱我研究，我講啲精料就幸福精料，特別雞講食得營養無足，我就特別來配方不宜食，那就葉黃素啦，這個蛋殼鈣粉啦，那靈多糖體嘅東西補充下營養，所以講雞大家很足健康啊。古永海橋有上班隻雞業，大隻雞業桃園26點鐘就會成1粒卵。想看到一日就有27000粒卵。古永海主要係賣大片嘅卵，細菌一定重要。唔單止有專門嘅實驗室來做細菌檢驗，細菌流程咪係機器全自動處理。你要看做薯片，你看個桶子個一桶子做儲存3300公斤桶子，30桶501、502、503，同時做卵拍、卵黃個前蛋來殺菌，嗰一桶3300公斤呢。就是液蛋的部分。液蛋殺菌液蛋，你係看到籠中係殺菌液蛋。而全台灣3萬人間賣這位店嘅度，有4成嘅卵係古永海提供嘅。台灣有千多高級嘅餐飲業者，咪係嘢主顧。呢當年台古永海應該係從農務科出來嘅，那會屯生理做到試管，乃記得已經係上處冇上過，為建立卵品王國。33年前，作為10年士官長退伍嘅古永海，經過阿哥股份連嘅小姐，去投資阿哥嘅調價大片卵嘅工廠，冇想到啥做到關門。我退休金20萬，做10年半那邊20萬，我你退休阿哥嘛，就給他調價做卵來嘛，做液蛋，佢講調價需要錢，唔做點拿15萬借去冇，我好啊，借去啊。借去10年就到嘅，你知冇？到，我利息冇拿到，我退做邊做按揭，讓15萬都冇提，我存5萬。我喺上仲會係呢，我喺唔知仲會係。所以冇提咧，但係呢想辦法嚟創造嚟啊！嚇，地方提錢冇一天冇提，但係事業都係機會，也機會係冇出來做嗬，係咪應運？冇機會啦，我想這位老闆聽講，門嚟主嚟做啦。當時看好一個事業喺台灣係冇人做，啥到機會應該該有實力好做，用勇氣都強心合力去促進你去開發市場，引起全面下，就係愛打好市場。我自家去就去開發新客戶，我第一點就做兩項事情嘛，第一點就做改變，以前就20公斤。桶裝的嘛，我改1公斤的，讓不方便，打穩這市場因為我們現在台灣越來越進步，沒有人願意去打蛋，因為打蛋第一個麻煩，第二個有廢棄物的問題，所以他直接買液蛋來是很方便的，是很方便的事情，所以剛好符合商機啊。古永海3萬造業戶打好市場基礎，韓國不時注意人客嘅需求，查準市場嘅發展。
雇用會唔單止有自家嘅生活物流，保持卵嘅品質穩定，幾行年前已經開始將人他嘅需求來服務。我們技術不斷的提高，我們只講你只要屬於雞蛋的部分，你要怎麼樣的比例，我都可以滿足你需求。比如說加糖、加鹽，或是你不同的比例，或精緻的，或怎麼樣，只要屬於雞蛋的部分，我們沒有不能供應的。所以，我們第一個研發精神，第二個客製化的精神，所以客戶大量的接受我們。對於個細工廠開始擴大到有4千人以下，也係雇用會向外3萬開發國外市場。因為香港、澳門、新加坡，嘅卵係從外邊來嘅，泰國、馬來西亞、美國、澳洲嗰邊來啊。因為佢位冇法度生產落嘛，上合。因為你係對因台灣咩嘢商機啊，好因做喺內面水準足高啊，用冇去做款啊。雇用會對正業軍人來做以本單唔屬行嘅卵片設立，就算本單買個就唔跳，其意思係望正業務改進技術，重新發明，打好卵片王國嘅基礎。做什麼事要成功，真的要全神貫注的投入，才有一點機會。如果你不能全神貫注的投入，我覺得一點機會都沒有。尤其是未來那麼競爭的社會，要全神投入。認真歸心落實去做，雇用會本單團創業本錢了強強，做到建立了12元嘅卵片王國。每因為一個用心，生活當中給平常嘅結論，睇雇用會嘅數條項，使團兒帶來金山團圓山。